野蠻人傍着牆壁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氣。他定睛望着悄然站立眼前的黑騎士，對方脫下斗篷，正是吉吉。吉吉最初只是努力掩着嘴巴含蓄地笑，不久，他發覺一股巨大的笑意從內心湧出來，猶如噴泉遭到強大的壓力從地底擠出來一樣。他努力憋住，然而肩膀突然一陣劇烈抖動，笑聲宛如決堤的洪水般一瀉千里。吉吉彎下腰，放聲大笑。他撫着腹部，一時間腦袋左右搖晃，一時間脖子仰向後方。他一直持續地大笑，直至將大腦的氧氣耗盡，才停止下來。他用力呼吸一下，讓大腦補充足夠的氧氣，之後再繼續大笑。也許是因為長時間地狂笑，讓他感到有點兒頭暈。他希望停止下來，卻難以控制，就如嘗試用細沙築成堤壩堵塞洪水，堤壩瞬間潰散。足足10分鐘過後，吉吉因為腹部開始疼痛，才終於停止下來。他拭去眼角的淚水，用力捶打牆壁，希望製造錯覺，讓自己不再笑下去。這段時間，野蠻人一直望着吉吉，感激對方的救命之恩，卻又對於剛才發生的一切完全摸不着頭腦。吉吉忽然聽到遠處傳來消防車嗚嗚的聲音，便走至巷子一端，朝外張望。他快步跑回來，說道：消防員快將火救熄了。他說着，又忍不住再次大笑起來。這時候，野蠻人已經喘息完畢，回過神來。他感謝道：幸好你及時相救，要不然，我就要葬身魔窟了。吉吉隨意揮了揮手，表示小事一樁，無足掛齒。野蠻人問道：你進來的時候，有沒有看見逃離的人？黑柴神吞下的美食全部逃脫，他可有因此而暴怒？他有沒有追趕那些逃脫的路人？吉吉笑着說道：那頭蹲伏路邊的魔獸，其實不是什麼黑柴神，只是一個大型商場而已。你在裏面搗亂，看怕砸碎了不少東西。他說着，想起剛才的情景，再次彎下腰大笑起來。什麼？你的意思是，剛才那頭魔獸，並不是傳說中的黑柴惡神？野蠻人摸了摸腦袋，不明所以。吉吉解釋道：不是，那只是一個大型商場，裏面是一個夜市，有不少餐廳，還有售賣各種飾品、禮品和家具的店鋪。野蠻人睜大眼睛，爭辯道：不對啊，我明明看見那頭魔獸伸出長長的舌頭，將一個又一個路人捲進肚子。吉吉繼續解釋道：那長長的舌頭，其實只是商場的扶手電梯，那些路人搭上扶手電梯，打算去吃晚飯和宵夜，卻被你……他沒有再說下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陣譏笑。野蠻人用力搖頭，表示難以置信。他爭論道：那麼，那批難纏的禁衛軍呢？難道也是去吃晚飯的？吉吉淡然說道：他們是商場的保安員。他攤開雙手，滿不在乎地說道。野蠻人將信將疑，續問道：那麼，我是闖禍了？吉吉將兩手環抱後腦着，說道：沒有，你正在幹一件偉大的事情。他的神色坦然，難以窺探他的真實想法。野蠻人撫着腦袋，對剛才發生的一切感到莫名其妙，又充滿疑惑。夜已深，兩人作別，野蠻人返回他高架橋下的藏身處。